過一禮拜就是農曆的春節，為了讓全台消費者攏會就近選買台南又一個龍魚特產，台南市農產運銷公司特別甲遠東愛買量販店來合作，由着市府甲着遠東百貨來簽訂合作的備忘錄，將台南產地特產的龍魚特產正式來上架。市長黃偉哲嘛特別到場，並且推廣台南在地新鮮的龍魚特產，特別推出了魚產品。那大家知道台灣鯛，台南市是全台灣的台灣鯛最大產地，也是虱目魚的最大產地。所以現場看了很多魚丸啊、魚鬆啦，還有這個藕鏈這些魚這個水產製品，還有我們農特產的這個製品也很多。大家過年呢討吉祥的這個應景呢，就是買棗子，就是這個早到幸福哈。然後所以說我們有很多棗子，還有火龍果，這些都是全台南市最棒、最火的這個農特產品。那我知道這裡不但是有生鮮的東西，還可以幫忙你處理哦，你回家烹煮特別方便。那如果回家不方便烹煮，還可以代客料理，所以這邊我覺得是最方便的。那所以有這個機會能夠讓我們台南市農特產品透過遠百愛滿介紹給新北的這個好朋友，那是最大的幸福。也希望借着這個活動，也能夠讓大家更認識台南。那如果這邊買了還不夠了，可以來台南，我們都很歡迎，隨時準備的等你就對了。市長強調，台南唔僅是科技的重鎮，更加是農業的大市。這間甲着遠東百貨愛買的通路來合作，全台消費者攏會用個就近，佇個13間的愛買量販店，採買台南上新鮮產地特產的龍魚產品。現場包括遠東百貨副總經理，甲着量販店的營運長，嘛攏出席來見證，共同為台南又一個龍魚產品大力來行銷。台南新聞綜合報道。